鄰近黃竹坑港鐵站嘅大型商場 The Southside 已經落成咗1週年啦。喺呢段期間呢，唔少區內嘅居民都覺得有咗大型商場，生活都便利咗唔少。無論係平日或者假日，都充滿人流㗎。其實黃竹坑新商場落成之後，除咗能夠俾南區市民有地方吃喝玩樂之外，更加帶動到南區嘅人流。3、2、1，特首勢為南區注入無限活力。商場已經投入服務1年，未來又可以點樣繼續服務社區呢？呢1年嚟咧，商場係點樣服務市民嘅咧？我諗自2016年底南港島線開咗之後呢，大家都見到其實成個南區黃竹坑呢個地區，同埋一路呢度去到海怡半島呢，都一路出現咗一啲結構性嘅改變。無論係商戶啊，大家見到現時都大廈林立啊，商戶林立啊，寫字樓好多都喺度。咁大家都覺得呢，需要有一個好重要嘅社區嘅設施，去照顧到呢一區居民起居飲食。鐵路帶活咗呢個社區，人流多咗，居民亦都多咗。咁呢1年呢，我哋開張咗之後呢，都見到我哋當區嘅居民呢，都受到佢哋嘅歡迎啦。無論係上班一族啊，周邊嘅居民啊，返學嘅學生啊，社區嘅團體呢，都好支持我哋，都有過嚟。咁仲有一樣嘢，我覺得都比較重要。雖然我哋做鐵路啦，咁但係現時大家都好注重環保。咁所以我哋興建停車場嘅時候喺呢度呢，我哋230個車位呢，每一個車位都具備咗充電嘅設施。咁亦都吸引到呢當區好多居民呢，需要揾充電位嘅時候呢，都嚟到我哋呢一度。衣食住行，我相信我哋就收晒都照顧到佢哋。咁頭先係講到社區設施啦，咁又點樣肩負起呢一個責任呢？香港進入咗一個新常態啦，我哋好多嘅居民、我哋嘅市民啦、我哋嘅持份者呢，其實大家見到呢，佢哋嘅生活方式改變咗。起居飲食習慣都改變咗，咁我哋依家做商場嘅時候，真係要去諗點樣去協助建立一個社區，融入個社區，同埋為一個社區去提供一啲設施。咁所以我哋無論喺飲食嗰方面啦、日常用品嘅方面啦，甚至乎一啲興趣班去照顧到家庭嘅小朋友啦，我哋都不遺餘力揾咗好多唔同嘅組合翻到嚟。傳統大家可能諗起個商場就諗住哇入到好多衫啊、好多化妝品啊去購買咁樣呢。其實今日我哋嘅社區設施已經係照顧到大家各方面嘅起居飲食，但係我哋會不斷檢討。咁除咗即係區內嘅居民啦、小朋友之外啦，點樣可以嚟緊呢1年吸引多啲嘅人流嚟到南區呢？我都好想吸引多啲人流嚟，但係我諗最重要嗰樣嘢呢，就係要謙虛，繼續聆聽現時嘅持份者參與嚟光顧我哋商場嘅客流，去睇下佢哋覺得我哋其實呢個設施仲有啲咩改進嘅空間。為咗迎接聖誕節同埋配合熊貓經濟，商場就聯同咗南區區議會、南區民政事務處同埋海洋公園，將熊貓裝置帶到嚟呢度，等大家可以同聖誕樹同埋熊貓裝置打卡。有得食好嘢，仲有得行街同埋睇戲，感受聖誕節嘅氣氛。唔講咁多啦，要繼續去 shopping啦！